分號。說聲你好，會否變好？每天要趕，不寫句號，缺點要補，晉升要早，進不自難覓退路。於茫茫風中，只知步步更重，腦袋放空，一腳陣痛，該怎麼繼續？就停下去沉澱那疑問句，經書裡萬行是錯還是對？便停下去回望那年月裡愛恨也風趣，等陰暗都散去隨風，再自靜如水。之後鳥仰望雲海飄送。喝一杯酒，放一半手，能讓結果最可貴，等它成氣候。所擁有很足夠，繼續留守。細聽已潛聞了心聲的演奏，再下去疲倦後還未有這等候是拯救。就停下去沉澱那疑問句，經書裡萬行是錯還是對？便停下去回望那年月裡愛恨也風趣，等陰暗都散去隨風，再自靜如水。之後鳥換故居去避曬或進取。暫停下去，沉澱那疑問句，經書裡萬行是錯還是對？便停下去，期望到來日裡過活有心趣，要斷句喘息，當你累。攞一個分號喺度啦，就停咁樣就好。多謝大家，咁就係咁多啦。希望大家都 enjoy 所有嘢，生活啊，將要 enjoy 生活。好，thank you，聖誕快樂，新年快樂。應該係咯，如果睇全民造星就決賽見啦。